房屋署再次獲得申訴專員公署頒發公營機構調解獎，我同全體同事都深感榮幸。我感謝申訴專員，肯定我哋喺處理投訴同埋促進調解工作方面嘅努力。房屋署嘅工作同廣大市民嘅生活息息相關。我哋除咗要照顧200幾萬公屋居民之外，亦要向眾多嘅公屋申請者、商業同埋非住宅設施嘅使用者提供各種服務同埋解答問題。所以你話係咪一啲都唔簡單呢？房屋署面對市民對公共服務嘅要求不斷提高，需要處理嘅投訴個案確實唔少。我哋一直都以積極同埋正面嘅態度去處理。事實上，絕大部分嘅個案喺加強溝通之後，都得到圓滿嘅解決。喺調解員嘅協調底下，投訴人同我哋嘅同事坦誠咁進行具建設性嘅討論，增進諒解。一如既往，我哋會細心聆聽訴求，耐心解答，從而得出最佳嘅處理方案，達至雙贏嘅結果。我同全體同事都會秉持房屋署嘅信念，即係關懷為本、顧客為本、創新為本、盡心為本，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質嘅服務。